我觉得有些东西不要提成习惯，比如说吵架的时候就讲，那我们离婚好了。我跟你讲说，这不要一天到晚讲，有人退让开来就好了，气头上谈不了什么事情的。最近有看新闻吗？你一定要问我那个事情。哪个？我不知道你要我问什么。我电视打开，每天都是这个乒乓球的事情。哦，对对对，桌球。对啊，对。这个有看。就是讲来其实是蛮辛苦的，叫你一个北部人去住在南部，然后老公要上班或上学，然后你要跟婆家相处，光你一个北部去南部，其实就不是很容易了，对吧？这本身就是辛苦的，更何况叫一个可爱的日本妞，很多东西可能连吃都没有办法很习惯，很多事情在那个热头上的事都不怕了，但是人不是大家都说近臭远香嘛，很多事情就生活在一起摩擦，或者是他期望他变化，他就不会变化，或者你不期望他变化，他就变化，蛮辛苦的啦。这个事就是说这样的组合其实蛮辛苦的。现在有跟小孩跟媳妇一起住吗？我们没有。没有分开住。对，我儿子大概从大学的时候我就暗示他离开了。对，他就出去租房子了，我就暗示他离开了，因为我认为这样比较健康。就是有一个距离感，其实会比较卡胖。对，一天到晚处在一起，其实是，我认为连夫妻都是，就是偶尔有一点适当的距离是好的。有没有冲动想过离离？当然有啊。想过离婚这样？你说讲得出来的都有。当然有啊。那你们怎么克服？啊？这些。最后没有签字的原因是什么？没有，连那个东西都不要拿出来，怎么签字？我觉得有些东西不要提成习惯，比如说吵架的时候就讲，那我们离婚好了。我跟你讲说，这不要一天到晚讲，有人退让开来就好了，气头上谈不了什么事情的。我老婆比较暴冲，因为她狮子座，我是天蝎座，她到现在都还在抱怨说，为什么每次吵架你都掉头就走？我就说，你不觉得3天之后我们再来谈会比较好吗？